嚟緊用投資方式睇土耳其國籍，仲喺嚟緊買樓定係擺定期存款？不如我哋一齊拆解下邊樣先至真係安全啲同埋好嘅。兩種策略都係官方認可，最終都可以睇到土耳其護照，連埋你同你屋企人。買樓最低嘅門檻係40萬美金，定期存款就要50萬起，而且兩種方法都要最少鎖定3年資金。房地產係實體資產，諗得啱嘅單位或者別墅，可以靠升值同租金幫你對抗通脹，保住資本。但係呢度每一樣都好關鍵，法律清晰、估價、賣家、流通性呢啲嘢只需要做一次，但一定要好小心。另外，買樓仲有揾樓、佣金、稅同埋手續費等額外開支，呢啲費用要預早計埋落成個交易成本度。定期存款感覺上簡單啲，你將錢擺入銀行，跟住等就得。存款利率睇落幾吸引，但係有個大但同風險。存款係用土耳其里拉計，最後結果好大程度嘅通脹率，即係話你用50萬美金入嚟個計劃，最後可能睇返少好多。一切都要喺匯率點走。根據我哋客戶嘅經驗，10個投資者有9個最後都會嚟買樓，咁樣又可以達到入籍條件，又可以保住資金嘅購買力。呢個選擇流通性高嘅又有趣嘅，特別係市場向上嘅時候。至於定期存款，通常係佢已經有投資組合或者根本唔想搞樓市嘅人先會咁，可以話擺咗就唔使理。如果你而家要喺買樓定期存款，最緊要先計清楚數字，睇下邊個先啱你嘅目標。我哋 Tolerance 有25年嘅經驗，幫投資者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策略，做咗穩陣透明，好似幫自己咁樣。你可以喺即時通訊軟件我哋或上網站嘅，我哋會一步一步同你分析晒所有選擇。